西藏的第二大城日喀则今仔早起发生规模7.1，深度正10公里的极浅层大地震，上千栋厝拢倒去，有上百个人伤亡。国际 H5N1 禽流感等的大流行，美国出现头一个不幸过身的患者，而且病毒恐惊是有人喂互人的风险，引起专家重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请辞，会做到选出新的总理位置。对2015年到当时加拿大掌权上久的林德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俊。咱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新北市三重埔的建案的乌地基造成隔壁的公寓倒落去，好佳在是有及时撤离，无造成人员伤亡。今仔下晡，工务局有会同土木技师去巡视了后，开放住户登去摕贵重的物件。市府嘛有甲建商受灾户来召开说明会，副市长表示，这建商是有提供慰问金，嘛答应会以信托的方式来处理赔偿。过去一直在做工课，初一早起，加速成都厝的残骸。倒了！居民亲目睭看到厝倒去这么惊险的时阵，附近的住户红紧急撤离，但是物件拢袂复杂。那个猫来我们家才5个月，还生了4只小宝宝，那他们现在母子都5只在里面。听到184瓷砖掉落，马上3秒钟，整个房子都倒下来，我就赶快开门叫老公赶快跟小孩子逃出来。代志发生在新北市三重埔的6张街，一个建案的工地在施工过程中造成零损。新北市工务局原定要先拆190户的厝，但计2间的184户却颠倒成倒。崩塌这个有涉及到原来的整个地下室的开挖过程的工序，甚至在整个降水过程或者是在抽水过程有无异常的一个讯号。官方初判是建商乌地基造成这个意外，但是详细调查原因，搁要等后壁的厘清。接落来嘛要调查建商在施工的时阵使用的冻土的条啊，敢会当有效来冻水，防止流出来。敢有经纬的所信。今天早上，我们也会同了技师工会，会逐户的逐户的去做内部去做一个检视。工务局讲，目前先拆除工地2边的隔壁间，嘛一户一户检视适合地下的徛家，而且在初7下晡开放住户登记厝摕物件。这是专案疏散900个人，真侪居民徛家受损，市府嘛含建商受灾户召开说明会。房屋没有，可能每个人都是很高的，对。我相信是有离岛的，但是还有地下室的协商。过年还是要过啊，不然怎么办？日子还是得过啊。方便说明一下今天大概说明的内容吗？不好意思，我们有下一个进度再跟大家报告。涉案的建商在会后无愿意加讲，但是新北市副市长朱特基表示讲，建商有提供慰问金，而且承诺讲以信托的方式来处理未来赔偿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刑事局有抓到一桩两方合作的诈骗案，有中国的不肖人士伫咧网络锁定咱台湾40岁以上的女性来开讲，这个派伫咧台湾的查甫人去参与约会，佮上空上芳来拐因的钱。目前是有15个人受害，损失超过4000万。警方是已经伫咧台湾抓到20个嫌犯。我是质疑是，如果不能成功，我不会了，不会再像网络上我真的看很多了。查某人讲到后甜捌，唔听可肯坚持汇钱予网恋的对象，这种的爱情陷阱，即摆嘛出现伫2花强暴诈骗。警方暂开门入去，抄到犯罪的所在地，专门替对方做下线。警方调查，中国的不法集团先伫交友软体对国内女子发言卡语，敢若用通话甲传信息，因为惊实体约会会曝光，就找国内犯罪组织，专门派4张的查甫人去赴约，声音就算互人怀疑，就讲是感冒。最后一步都是吹空吹胖骗钱。锁定40岁以上的女性，由台湾这边派遣男公关跟这些被害人做实体的约会，包括吃饭啊、散步，甚至是发生关系等等，骗财骗色。除了爱情诈骗，警方嘛发现2花不法集团兼做假投资，骗人的方法真侪项。台湾至少15个人受害，损失超过4100万。这届逮捕20个伫台湾的嫌犯，只是关键的犯罪源头，也是藏伫中国。两岸共打这样子的一个协议，虽然那个框架还在，可是问题就是说，它整个的一个状况感觉上就没有像过去可能这么样的一个热络，对于整个向上溯源可能会有一些的困难。
对华早期集团的嫌犯是谁？是毋是有台湾人？南方追查差不多规个长线。学者分析，一大原因就是两方做伙掠人的机制无法度发挥功效。只是诈骗本来就真济，万一是跨境联合，要安怎找源头打击，又搁加添困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初六宣布请辞，会做到选出新的总理为止。53岁杜鲁多伫咧2015年压倒性选赢，因为伊生做真漂亮，佮来自政治世家，所以是真受到欢迎。到今日要接当是目前加拿大掌权上久的领导人。伊伫咧任内有推动性平佮福利政策等等，也毋过包含着推动大麻佮安乐死合法化，是引起袂少的争议。上主要伫咧2019年至2024年期间，因为疫情这经济无好。杜鲁多佮要推动提悬碳税，也佮有开放移民等等，过来是产生愈来愈侪反对杜鲁多的声音。一直到顶个月，伊的战友也就是副总理彭惠兰，含伊为着美国准总统 Trump 为着要加扣税的应对方式拍不睦来请辞。东来东外拢认为这个杜鲁多无适任，杜鲁多的施政满意度嘛创新低，必甲伊正式来请辞。This country deserves a real choice in the next election, and it has become clear to me that if I'm having to fight internal battles, I cannot be the best option in that election. 即将政权要10年的杜鲁道，初六是以党内纷争做理由请辞党主席，转任看守总理，一直到产生继任者。另外，国会原定1月27要复会，不过杜鲁道已经向总督西蒙请求后会，一直到3月24嘛准啊。按算这段时间，自由党会选出新的领导人。国会伫复会了后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自由党政府举行信任投票。若是无法度过关，所落来就必须要提前举行大选。在野的保守党党主席嘛是上红看好的后一任的总理的人选，波利治伊发文讲，杜鲁道落台了后，一切拢共款。自由党是换汤无换药啊，讲只是想要换一个无共款的面，但算落来嘛是共款搁骗4年。Now, while leaderless liberals focus on saving their jobs and fighting each other for power, the country spirals out of control, an out of control housing emergency, an out of control migrant crisis, an out of control $62 billion deficit, not to mention tariff threa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2015年以自由、平等、进步、用公政治做重点，得到压倒性胜选的杜鲁道是加拿大主政上久的领导人，在国际上被叫做是政治金童。在伊的任内是推动两性平权、大麻的合法化，应对气候的变化等政策，拢行伫世界的头前。全民气候健保、全国托儿福利等等，嘛拢是加拿大的创举。最近2年一直无法度降落来厝价、物价和移民问题，一直到伊个人私德的争议，施政满意度是降到22%的新低。对杜鲁道请辞这件代志，就要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讲，杜鲁道一直是美国坚定未变的朋友。另外，后任的川普是伫社交媒体发文，搁一摆讲到加拿大和美国合并，变作美国的第51州。讲嘛安尼，唔但会当取消关税，搁会当大幅降低税，而且搁会当完全唔免去受到罗西亚和中国船只一直威胁的困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换来看欧洲国家的政治消息，奥地利的总理因为要做联合政府的谈判失败，宣布请辞，就要交予因国内的第一大党，也就是极右派的自由党来做联合政府。这是自从2000以来，欧洲可能会出现头一个由极右派主导的政府。奥地利伫去年选举结束了，本地当在做组成联合政府的谈判，无想到参加谈判的各党欠共识。人民党这个总理内哈默伫初六宣布谈判失败，伊讲伊家己会甲总理和党主席的职务辞掉。Nach dem Abbruch der Gespräche werde ich daher Folgendes tun. Ich werde mich als Bundeskanzler und auch als Parteiobmann der Volkspartei in den nächsten Tagen zurückziehen und einen geordneten Übergang ermöglichen. 目前，奥地利总统已经授权予极右派的自由党主席指克来主导组内阁的谈判。这是奥地利对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摆予极右派主导组成政府，嘛是欧洲国家最近几年第一摆看极右派的自由党伫去年大选得到28.9%的选票，变作第一大党，第2和第3名是中偏右派的人民党，得票率是26.3%，和中偏左派的社民党得票率是21.1%。本地因为各党拒绝和
极右派来合作。第二、第三大党先谈判做落果，想要伫无极右派状况之下形成多数政府。不想讲两党伫一寡政策的意见是相过无同，谈判失败。第总统授权自由党党主席做落果了后，各党嘛开始愿意合作。Of course, this is a crucial moment in Austrian history. It has never been the case that the Freedom Party had a chancellor. The Freedom Party was never as strong as they are right now. And of course, it's a difference if the Freedom Party is in the leading role, namely in the chancellery, as opposed to be, the minority partner in government. 自由党伫去年大选的时阵，是主张要对移民严格管制，除了要赶走所有非法的移民，佮拍算严格审查本地是外国籍，但是已经入籍奥地利的移民，互认为讲是伤过极端。不过自由党敢有法度顺利做落个，目前阁有变数。那新一轮的谈判，共款是无法度成功，嘛有可能规个调底下，甚至是停办国会大选。但是不管安怎，极右派伫欧洲的影响力扩张已经是事实。公司新闻右派准编译。美国国会完成准总统 Trump 的选举人票认证，确定 Trump 以312票对226票选赢贺锦丽，会伫咧1月20正式来就职。另外 ，Trump 提前要来暗砍性买台这场官司，进前法官是已经拒绝 Trump 这边延后量刑的请求，拜五就会来进行宣判。Donald J. Trump of the state of Florida has received 312 votes. 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众议院议长强生的主持之下，准总统川普的认证程序真紧就完成，确认川普得到有够的选举人票，特别在1月20宣誓就职。选举人的团票车6运到众议院的会议厅，贺锦丽做参议院的议长，举行2院的联席会议，规个过程和平佮顺利。I do believe very strongly that America's democracy is only as strong as our willingness to fight for it. Every single person, their willingness to fight for and respect the importance of our democracy. Otherwise, it is very fragile and it will not be able to withstand moments of crisis. 长久以来，国会统计选举人的团票数，拢敢若只是做官方的仪式尔尔。不过，伫4当前，川普想要推翻败选的结果，差不多有2000个支持者是拢入去国会大厦，想要来做当认证拜登选赢这件代志，结果造成严重的暴乱。但是，川普讲迄天的代志，煞形容讲这个互欺压的人是爱国者和人质，佮讲拍算要赦免内面真侪人。这是川普伫就职进前，佮面对这礼拜5的封口费的宣判。纽约最高法院的法官莫坎。顶礼拜是拒绝川普推翻伊定罪的企图，佮甲量刑的日期安排伫初10，但是明确表示讲要互川普去坐监。不过川普的律师有可能继续向纽约上诉法院来提出上诉。公司新闻台为人编译。美国准总统 Trump 1月20要就职。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有信心伫咧 Trump 上任进前，会当个促成停火甲放出人质的协议。哈马斯这边嘛有公布一份34个人质的名单，准备要来放人。因那加沙走廊即马是已经有17000多个囡仔无爸无母，大家是拢希望战争会当赶紧收煞。细汉囡仔夜送长和阿嬷在耍，伊是正火的孤儿。即马和阿嬷阿姑住伫加沙走廊中部的纽瑟拉特一个难民营内面。一个伫北部做工课的医护人员，顶个月27才拄对战场转来。迄当阵以色列的军队冲入病院，甲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240个巴勒斯坦人绑走，红放转来了后，因为欠医疗资源，家己有医护专长，伊决定要继续奉献。شايف يعني ايش نقدر نتعامل معها يعني كانت تجينا اشلاء يعني كانت تاتينا اصابات。赶快嘛是无好过，是以色列人质的家属，尤其是看到哈马斯发出一个34个人质的名单了后，这份名单会当伫谈判的任何阶段单程就放人。迄天因就举行无啥抗议，因为放人的时间就是即马。היום ככה, ובכלל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עם כל הדיבורים והשמועות, יש חשיבות יותר גדולה. 他们以色列起冲突的哈马斯后壁支持的势力是黎巴嫩真主党，在美国斗协调之下，特使哈克斯汀初6和黎巴嫩国会议长博瑞针对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和停止敌对来进行讨论。以色列迄天就会对黎巴嫩边界纳库拉定在所在撤出。These withdrawals will continue until all Israeli forces are out of Lebanon completely.
联合国统计，对以下冲突以来，加沙已经有超过17000个囡仔变作孤儿，14000个巴勒斯坦囡仔伫战争内面无命。加沙走廊已经轰拍甲烂糊糊，世界拢是崩溃了后流的喙照沙土。230万人口有9成即嘛无所在通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访问南韩的时阵讲，有信心伫川普上任之前，搁一摆推动达成停火和放人质的协议。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伫咧喜马拉雅山区西藏的第2大城日喀则，今仔早起是发生规模7.1、深度才10公里的极浅层大地震，包括着西藏、尼泊尔、印度、不丹，也佮有孟加拉等等，拢总有受到地震的影响。而且佮至少发生2间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上千栋厝拢倒去，有上百个人伤亡，灾情是真严重。这搜救人员是拢赶紧要去救灾，不过因为灾区的边境海拔超过4000公尺高，互搜救是更较困难。监视器画面显示，西藏瓦近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区地震的时阵，地面跳甲愈来愈大力，超市货架顶的物件一直落来，人赶紧走出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嘛会当感受到明显有害，民众拢走去户外架露台查看。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早起9点左右，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关附近发生规模6.8、深度敢若10公里的强烈地震。美国地质中心所测定的规模达到7.1，大力有害，造成当地上千栋厝毁损甲倒去，至少上百人伤亡。隔壁的拉珠关嘛是同款，市区商店街路拢会当看到规涂骹的喙石啊，也有车桥石头击着。哇，这饭店都塌了，怎么吃吧？拉珠民众有迄条山区道路嘛出现路障，车要通过真危险。学校运动场有真侪学生囡仔就地避难，还有真侪台警车甲车辆赶往现场救援。目前，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根据报道，定日关平均海拔4500公尺，全关人口差不多62000人，是西藏人口上侪的边境大关。这两周围20公里范围内，差不多大6900人。强烈地震发生了后，当地佫发生真侪个地震尾，上大规模达到4.4。根据气象资料，当地日时温度差不多摄氏0度至7度，不过到暗时会降到零下18度，无厝通住，而且被逼离开工园的民众，目前真需要穿会少的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下令全力展开人员搜救，好化安置受灾民众。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英国这礼拜落大雪，佮落大雨，上百个地区咧做水灾，真侪条铁路嘛拢严格停驶。不过有部分民众是伫咧饮水的路里，伫咧算储水泵。英国落雪，为一礼拜前就开始，温度继续伫0度左右，其中部分地区也落大雨，甲尤其的雪同齐变做大水，造成全国同时出现冰雪甲大水灾2种警报。环境局指出，全国总计有150外个所在将会继续发生大水灾，铁路也受影响，几啊条的路线已经停驶。No, but it's absolutely horrific. I've borrowed a jacket because it's just horrible. I've just seen someone's umbrella turn inside out. Mortifying, couldn't be me. So yeah, it's just about being prepared, but it's horrible. 英格兰东南方是有一个拖车屋停车场已经完全浸伫水内。It's not usually come up as high as it has this year, and it has come up quick, you know, ove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hich is obviously not done us any favours when you look behind. 饮水互民众真艰苦，也毋过伫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郡，所有民众伫河水饮的道路上装储水泵。目前当地已经发布重大灾害事件警报，至少有160件大水相关的案件，已经救援59名受困的民众。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国际 H5N1 禽流感当咧大流行，毋但是伫咧动物之间，目前全球是已经有上千人去患着禽流感。伫咧美国嘛出现头一个不幸过身的患者，而且这病毒拄伫咧人类的体内突变，恐惊是有人喂互人的风险，引起专家重视。This person was infected with a strain of influenza that was spread from wild birds to their domestic birds and then to themselves. And so, in a way, the risk is pretty localized.
虽然专家认为感染扩大风险无算悬，不过病毒拄伫人体内基因突变，代表有可能人喂互人，也是引起真侪人紧张。美国疾病管制局 CDC 指出，这种的所讲的基因突变，伫咱人的身躯较无接快，其他国家的病例大部分是伫重症患者的身躯才有。针对潜在扩散风险，医师专家是讲，预防比治疗较重要。A way that you can keep yourself safe is through if you have to touch an infected or suspected sick animal, just make sure you're wearing protection like a mask, wash your hands, wear gloves, wash your hands anyway with soap and warm water. 除了家禽、鸟仔、甲精神啊，学者嘛提醒饲宠物的民众一定要特别细致。If your pets, your dogs or your cats are anywhere near a dead bird, a wild bird, you need to be really, really cautious about that. And I would recommend making sure that your pets can't get outside unsupervised. 美国福斯新闻网的报道指出，伫美国已经确诊的66个 H5N1 病例当中，加州就有超过一半的37个人，所以当地政府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这阵学校霸凌的事件是定定的发生，要安怎防治，互各界龙头较听？伫咧罗马尼亚是对小学开始加强教育，透过互学生囡仔照顾鸡仔、鸭仔这动物，自细汉来培养因的爱心甲同理心。罗马尼亚野生动物拯救基金会秀基今仔日来到圣德里雷塔村的小学，而且又带人起来，人啊开开，一只叫做泡泡的阿比亚就出来拉索。另外，也看到一只鸡，伊叫做罗迪卡，因为之前伊和人类虐待过，所以看到人时阵较谨慎。这节课和鸡甲鸭甲学生互动，主要就是要培养学生爱有爱心。Le iubesc, le dau hrană, adăpost și afecțiune. M-aș simți prost pentru că dacă s-ar întâmpla așa și la găinile mele, vă dați seama, nu mi-ar veni nici mie bine. Și ele, da, unele dintre ele sunt chinuite de oameni și nu sunt pline chiar așa de afecțiune de la oameni. 罗马尼亚首都布达佩斯附近的伊尔夫夫郡，今年有20间学校像这种实验性的动物教学课程，和5-6年的学生对学习对待动物的过程强化同情心，学习并且帮助打击霸凌，效果若好，会推扫到全国每一间学校。Este important pentru a spori empatia copiilor. Prin animale sperăm ca ei să devină empatici și cu oamenii, pentru că în școli bullying-ul a luat o amploare destul de mare în ultimii ani. Că e o diferență imensă în momentul în care cei mici văd și animalul propriu-zis. De multe ori, dacă le arăt doar imagini sau dacă văd la televizor ceva despre drepturile animalelor, nu o să-i atingă foarte mult din punct de vedere emoțional. Am observat că indiferent cam ce le spun eu, ei rămân cu partea emoțională din spatele interacțiunii cu animalul. 自嘛，这个年代社会气氛甲暴力，学校也常常发生霸凌的事件。罗马尼亚全卡的学校想要用这种关爱的课程，培养学生心内善念，和社会有更加上好的气氛。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